乡亲啊，继续来到新竹，这当地都城隍庙真出名。庙寺外口的广场有一座龙李的雕像，讲有人爬起伫雕像的面顶甲徛，这个行为是相当的危险，因为这个雕像超过1层楼仔悬，若无小心栽落，效果是不堪设想。警方讲已经通知迄个男子到案，会加裁罚。 路边广场有踩一个雕像，悬差不多1层楼仔悬，抑过看一个真面顶有坐一个人。网友真意外，讲经过新竹城隍庙的外口，看到一个查甫人双脚开开坐伫雕像顶，这款危险的行为，讲唔是头一摆。危险啊，会死人哦！你有看过他爬过就对了。有啊，没有看到有啊。不是第一次，他每次爬上去啊，他大概10分钟下来啊。 来到现场，雕像的下骹还有水池啊，若爬起来无细字摔落来，效果不堪设想。疑因一时好玩擅闯水池攀爬雕像，警方通知受难到案后，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5条裁处，将加强巡视劝导，并张贴告示，经告诫不从者，处新台币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之罚款。 破坏路顶装置艺术，拢有可能犯法被开单。这座雕像龙头李希新是在地新竹城隍庙拆的，嘛是招财代表，即马所互当作卡令。对于这个龙礼也不尊重，也不礼貌啦。好，我觉得这种行为实在是很不可取。新竹城隍庙真有名，观光人真多，大人囡仔拢有。即马这个查甫人危险的行为，唔若犯法嘛歹带头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